大家好，我係蔡師傅，今集再分享下一個持牌水喉匠面試2級消防裝置承辦商嘅公司牌面試時候會遇到嘅問題啦。咁第4部分咧就係重頭戲啦。咁最多持牌水喉匠咧就係呢一個位置失手啦。咁首先第一個問題咧，級消防咧工作範圍嘅定義係點樣啦？咁第二個問題咧，級消防工程公司嘅範圍同埋定義係點樣啦？咁然之後咧，佢會要你咧可能1級咧咁係包含邊一類嘅消防系統嘅。然之後2級咧，亦都包含咗邊3個嘅水系統啦。咁另外咧就會再問咧，咁啊2級消防咧可能包含邊3個電嘅系統嘅。咁因為咧你係持牌水喉匠啦，咁所以咧佢會問你消防水嘅系統嘅。咁啊消防常用啦，咁啊一般都係花灑系統或者咧喉轆及龍頭嘅系統啦。咁啊有聽聞行家分享過啦，都有去問一啲可能消防街道龍頭啊，或者咧係水簾系統嘅。不過相信咧，一般咧都係會問喉轆啊或者花灑為主嘅。咁啊，佢就會可能簡單咧叫你介紹下咧消防喉轆及龍頭嘅系統嘅基本運作係點㗎。咁啊，然之後咧，咁點知道邊一層咧可能係發生咗火警㗎？咁然之後咧就假設可能大廈冇咗水啦，咁啊消防泵車到，咁然之後咧個運作又係點㗎？因為係可以供應到60米嘅水啦，咁然之後咧點樣作中途泵啊？問你運作完之後啦，究竟消防官咧咁啊點樣去驗收呢個消防系統嘅？例如花灑系統嘅試3點啦，或者喉轆系統咧咁啊最頂嗰個出水龍頭嗰度咧咁幕喉，然之後拉帆布喉去天台，點樣用水尺去試啊？究竟個壓力係幾多啊？流量嘅，假設咧正常供電情況下咁啊冇咗啦，咁然之後後備發電機咧咁樣點樣運作啦？咁可以維持到個供水情況。然之後咧佢就會再問你啦，咁收完咁點為之個系統係好嘅？咁大致咧就係問得呢啲問題啦，希望幫到大家面試啦，拜拜。